有請黃婉之、薛凱琪、宋文華為我哋頒發最佳男配角獎。我曾經聽人講過咧，做一個男主角咧，就係好似一支有100粒子彈嘅機關槍一樣，而男配角咧就好似一支有6粒子彈嘅左輪手槍。我不太明白你是什麼意思。翻譯啊，翻譯。OK， 他的意思就是說呢，男主角咧佢就係會有100場戲嘅表演嘅，但係男配角咧可能就會得6場，甚至乎更少。黃婉之，你啲普通話進步咗好多。對啊。其實咧，我真心覺得男配角往往係比男主角難做好多好多，因為佢哋嘅出場率又比較少，所以每一次演戲嘅時候都盡量要百發百中。冇錯，咁樣咧唔覺意有時將身邊嘅男主角咧都會誤傷㗎。沒錯，我覺得只要有實力就不會受傷。咁你覺得咧女配角要有啲咩實力啊？我出道以來就當女主角了，所以不太知道，你們認為呢？哦，咁樣。冇做過女配角啊嘛？咁等我教你啦，好唔好啊？其實咧，每一個女配角做嘅嘢咧，同男配角係差無幾嘅，就係盡力而為去殺死嗰個女主角。聽懂嗎？殺死聽懂啊！不要害怕啦，我不是說你啦。我看，我們還是來看一下最佳男配角入圍的名單有。榮獲提名最佳男配角包括林敏聰全力扣殺，係為咗證明我已經唔再愛羽毛球，亦都為咗證明羽毛球都唔再愛我。呢就係用2條廢柴摩擦出嚟嘅火花。張繼聰陀地驅魔人，我都有天眼通，嗰隻天眼一打開，有光打到上個大路，射到周圍都係啊！我都可以帶你見鬼嘅。你啊，忘恩負義，你勾佬啊！喂，發仔，死得啊！咁我可以同你拍住驅鬼喎。張晉殺破狼2，楊烈成為火浪，現在是你啦。佢條命都係我得翻嚟，如果唔係，佢而家喺柬埔寨度餵狗。張晉葉問3，所以佢今日選擇棄戰，可算係功德由今日開始。我張天志希望能夠將正宗詠春發揚光大。好，詠春白紙踏血尋梅，其實個男人有老婆有仔女，我都會有老公㗎，將來。我啊。我來開嗎？好，你來開。好緊張啊！我也好緊張啊！第一次要開這個信封。最佳男配角是白白只首次入圍金像獎最佳男配角就成功奪獎。今晚佢亦同時憑住呢套電影勇奪最佳新演員獎項。多謝天父，嚟緊我要同阿芝做一齊做舞台劇啊，希望大家支持。
喺度我要多謝評委，多謝投票嘅前輩，多謝各位同業，多謝你哋俾機會我去補救啱啱唔記得多謝嘅最緊要嘅人係我嘅係白蘭度。我嘅爸爸、我嘅媽媽、我兩個家姐，我嘅阿叔阿嬸嗰邊啊，我婆婆、我公公嗰邊嘅所有屋企人，多謝你哋，老豆媽媽，我愛你，多謝你唔多同埋唔少嘅愛，啱啱好。另外我要多謝另外一啲屋企人，呢個屋企人係我嘅樂隊朱玲玲同埋空氣清新機。邵美君小姐，仲有 SU 入面嘅豪哥，我想同我嘅屋企人講，包括白蘭度，即係我爸爸媽媽。希望大家會做啲自己喜歡嘅事。因為時間無多。最尾我想同劇組嘅所有前輩，包括導演、包括成成帶領嘅團隊，如果有一日我驕傲啦，希望你哋鞭撻我、責備我，因為我知道呢一個經驗，全部都係你哋嘅功勞。春夏 I love you。有請張學友、張家輝為我哋頒發最佳編劇及最佳動作設計獎項。